哇，唔知大家中意过年冇啊？我细细嘅时间都中意过年过节呢。遇到同多嘅好朋友以外，又做得遇到同多嘅亲戚，还有红包做得拿哦，还个做得许多同多蔬菜来去了。但是啊，睇嚟以后啊，哇，我都爱自家来包红包，本爸爸妈妈，甚至本爱兄弟姊妹嘅小朋友呢，佢爱嘅钱就见来见少呢。你睇下有老爱穷用嘅感觉冇啊？唔过啊，做得了亲戚好朋友，始终向下係一件同欢喜嘅事情。唔講到我拜拜一件事情，我就冇乜清楚咧，因為我準備嘅東西真係咁複雜喎，我都唔知乜嘅時節我拜哪裡會出現，韓國其中嘅小細節其實是非常多的。故所呢同偏方掠到啊，記得也拜拜過場嘅人呢，佢接下來呢，我就來看一下有哪條嘅詞彙老短句。做得會用本大家，做得強下嚟學習咯。天呢就會講到呀，除夕夜，客家話應用版講呢，年30暗晡，年30暗晡。南西煙應用版講呢，年30暗晡，年30暗晡。過來過年嘅時節，要記得拜天公。天公，我用版講，天公，天公。在除夕夜拜天公，第年30暗晡拜天公，第年30暗晡。拜天公，南西煙我應用版講呢？係年30暗晡拜天公，係年30暗晡拜天公。韓國我教大家嘅就係掃墓、掛紙、掛紙。要準備去掃墓，愛準備去掛紙，愛準備去掛紙。過來愛教大家就係拜神、拜神、拜神。韓國除咗拜神以外，還有愛拜祖先。祖先客家話用版講，阿公婆，阿公婆。拜神跟拜祖先是不一樣的哦。拜神老拜阿公婆係冇共用嘅，拜神老拜阿公婆係冇共用嘅。南西煙我用版講呢，拜神團拜阿公婆係冇共用嘅，拜神團拜阿公婆係冇共用嘅。大家講嘅都好哦。